行政院顶礼拜有宣布纾困方案，不过劳工团体今仔日伫线顶记者会也批评讲，这摆方案是直接抄旧年的，因为爱别事业单位，也阁爱透过职业工会投保等等，才法度申请补助，有真侪劳工根本就是领无。 三级防疫到大，真侪店头生意大受影响，有的甚至暂时关门，互员工放无薪假。劳工团体3日伫线顶的记者会批评，即摆受创的产业有真侪来私营的小店面，甲旧年的旅游业等等的形态无同。政府的纾困补助，无应该阁抄旧年规定，爱别事业单位，也是工会投保才通申请，安尼会互真侪劳工看会到，食袂到。 就像我们的 KTV、小吃店，还有一个零售业等等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这些店家如果客人没了，生意掉了，他就是把门关一关。雇主会不会再跟你去大会周章填写政府的一些表格来申请，来提出证明？他不会，更何况他也不会设法去留住原来的那些人，他重新再招募人就好。 劳团指出，成本价的店头甲私雇主无通报，劳工就领无，嘛有因为超过职业工会薪资投保结构标准，所领无补助的，阁有自营者亲像摆大的，有的其实无投劳保，真侪过去出现的问题，若照旧年的纾困模式，恐惊会造成另外一种乱象。如果没有参加劳工保险的，那么劳动部这边的补助他领不到。 领不到，他可以到卫福部去申请急难救治。可是急难救治这个区块，因为认定混乱，去年就造成了所谓宜兰花之乱了。劳工团体呼吁行政院就爱互劳动部直接处理，全部有关劳工的纾困，钱嘛直接拨予劳工。劳动部是回应自营者等等的劳工相关的补贴。 原则上会直接汇入劳工的口座，嘛希望劳工朋友有问题，先莫到银行柜台，也是各职业工会来问，减少群聚感染，会赶紧制定相关的方案，再来对外宣布。记者陈雅文、刘随台北采访报道。